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今日要介紹呢隻係由格雅推出嘅秦始皇傳承系列機械腕錶。單睇到佢嘅包裝，已經感受到大秦帝國嘅霸氣。佢就好似本歷史書咁，佢話俾你聽秦始皇點樣一統六國。而購買呢款手錶，更加會送埋呢個仿製秦代全國玉璽，夠晒儀式感。再睇翻隻錶。呢款手錶直徑係43mm，佢個錶面係融入咗秦始皇一統六國嘅元素，錶面亦都好有層次感，可以透過鏤空嘅工藝，直接睇到機芯嘅齒輪轉動。錶面上面嘅12時位細圈係顯示時間，而3時位嘅細圈就係顯示24小時，9時位細圈就係顯示秒針。呢兩支秒針都係用咗長劍嘅造型。就好似圖中秦始皇真係揸住把長劍咁，夠晒生動。再配埋呢個藍寶石水晶錶面，50米防水功能，反轉錶底仲可以見到埋呢個自動機芯嘅齒輪運作。時針同埋分針呢都有夜光功能，夜晚都可以睇到時間。格雅呢隻大秦帝國系列官網定價2240蚊，我哋而家做緊個超筍價1380蚊就買到啦。有興趣錶迷快啲上嚟門市試下啦！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